现代台语版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。我西面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甲使徒。我写批予遐会靠咱的上帝甲救主耶稣基督的义，甲阮做伙领受同款宝贵信仰的人。愿因通过认捌上帝，甲咱的主耶稣得到上帝所赐丰丰富富的恩典甲平安。上帝有用伊的能力，将敬虔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赐予咱。这是通过咱认捌调咱来分享伊的荣光甲良善，迄位上帝来的。安尼，伊有将极大搁宝贵的应允赐予咱，互恁通过这应允，通脱离世上的欲望所造成的腐败，来分享上帝的本性。为着这个，恁着真爱拍拼，互恁有信心，搁有德行；有德行，搁有知识；有知识，搁有节制；有节制，搁有忍耐；有忍耐，搁有敬虔；有敬虔，搁有手足之情；有手足之情，搁有仁爱。这个是恁所需要的品德。这个恁若拢有，搁若充实，会互恁搁较积极，搁较有效认捌咱的主耶稣基督。人若无这个德行，是短视，是失明，袂记得伊以前会做已经有洗清去。所以，我兄弟姊妹，恁着搁较努力来证明上帝对恁的呼召甲拣选是确实的。恁若安尼做，就袂坠落。安尼，上帝会大大赐福互恁，通进入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。所以，虽然恁已经知这个代志，搁坚定接受恁所领受的真理，我要求要不时甲恁提醒这个代志。我想我要活地的时，着甲恁提醒。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有清楚甲我指示，互我知无久就会脱离这个会败坏的身躯。我要尽力想办法，互恁伫我离开世间以后，不时会记得这个代志。阮对恁所讲，主耶稣基督大权能来临的事，毋是根据人捏造出来虚假的传说。阮有亲目看见伊的尊荣。伊对被上帝领受尊贵甲荣耀的时，迄位尊严的荣光，上帝出声讲：这个是我所疼的囝，伊我真意爱。伊伫圣山的时，阮嘛伫遐，有亲身听见对天顶出来这个声。所以，阮对先知所宣布的信息，搁较有确信。恁着注意听，因为这个信息亲像一帕灯，伫黑暗的所在得照，照到天光，到启明星出现伫恁心内的时。上要紧的，着知圣经所有的预言，毋通照家己的意思过说，因为预言毋是出自人的意思，是人受圣神感动，讲出对上帝来的信息。